有冇俾人話你塊面好似滿天星呢？唔想塊面成日都好似滿天星生晒痘痘嘅話呢，咁就一定要注意下你自己日常嘅護理啦。我有個朋友，佢經常咧都會用一啲啫喱狀啦，或者泡泡嘅清潔劑去洗塊面，然之後喺護理上邊咧，佢就會搽一啲暗瘡膏啊，或者用一啲好薄好稀啫喱狀或者乳液狀嘅面霜。咁佢話俾我聽，就會覺得咁樣係清爽啲、透氣啲，唔會焗住個皮膚咯。但係頭先嗰啲方法對於皮膚菌群平衡咧，其實冇益㗎。教主嘅消痘法咧，就係最主要要用水先。朝頭早起身不妨用清水沖洗，夜晚只係用一次嘅清潔劑，最好就選擇到水溶性嘅洗面奶啦。你係咪有少少擔心會唔乾淨呢？唔需要擔心㗎，皮膚自己本身係有清潔功能。第二咧就係用抗氧化嘅面霜。如果你真係有一啲比較紅腫嘅痘痘嘅話，不妨用一啲消炎嘅精華素，對你都係有幫助嘅。至於你自己嘅日常生活，不妨多啲飲水，食多啲瓜菜，捱夜可免就則免啦。你想做滑不留手嘅雞蛋啦，定係想做凹凸嶙峋嘅滿天星呢？都係你自己嘅選擇。智慧嘅朋友，用美麗富養自己，打造獨一無二嘅鑽石光芒。